南投水里的上安村有一间农场，邀请到旅行社的头家甲主管到农场来一抓森林的疗养，而且来品尝到在地美食。这个头家甲主管拢学到这个行程，真赞，会帮忙来推测。 上安社区居民用歌声欢迎来到这的旅行社业者，嘛设计一系列的行程来体验上安社区的特色游程。让那个旅行社带着大家来看看这样的一个游程，加上它的美食、咖啡，还有它的美酒，都是这边的一个特色。 主办单位用心设计彩线行程，让旅行社业者拢真学乐，嘛愿意来推广。这个行程当然很棒，我们从一进来，你到里面鸟语花香、蝴蝶，或者说这些水果的种植，再到当地的这些黑森林，还有安排这么大的阵仗，在这个树下吃下午茶，都是很棒的一个体验。来到森林解物或者是农村小旅行，是今嘛热门的旅游方式，有兴趣的民众嘛会当来体验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